偷偷地講，我今次翻嚟香港咧，係要處理下個 bikini 毛毛嘅呢個問題啦。所有女士都會 concern 或者考慮，咁所以我都想分享一下。搬咗去泰國之後啦，3個月唔係2個月，硬係會出下海啊、玩水啊。咁所以着起泳衣嘅時候咧，點樣都會有啲 concern 啦。泰國咧唔係冇得做嘅，但係始終我第一次啦。咁同埋咧呢個部位太過敏感，我都想去翻香港啦，揾翻啲可以同聲同氣嘅治療師，啲咩問題啊可以直接講出嚟問下，放心少少。我今次咧就嚟咗呢一間。佢哋嘅治療師全部都有國際認可光學儀器嘅操作資格，而且用嘅儀器亦都有美國 FDA 啦，以及歐盟 CE 雙重國際認證，安全可靠。講翻成個治療先，想話專業就係專業，治療師成個過程咧都係好細心啦，同埋溫柔，完全唔通我仲差少少做到瞓着咗。除咗 bikini 位啦，其實呢部機咧亦都適合做加拿大啊、手手腳腳啊。呢一個機頭咧集中深入毛囊啦，破壞組織，所以做一次就已經可以減慢生毛毛嘅速度噶啦。橫掂咧都係俾錢噶啦，咁梗係揾間信譽好啦，治療師又信得住嘅中心。咁所以如果你都考慮緊處理下毛毛或者想了解下，都可以留言俾我，我就 send 啲資料俾你。